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这2日来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拢冷死死，尤其早时啊是更较寒。今仔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竹5微，敢若8度尔尔。气象署嘛继续针对南投、彰化以北8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天气也是寒到10度以下。一早起后环山天气正好，真侪车要去伫山顶。山顶的停车场拢客满，车真歹停，有人直接把车就停伫路边。还有一个学生是半暝就骑奥多麦去伫山顶要看日出，有人讲衫已经穿5层啊，也是冷叽叽。哦，人死，真的，穿超多的。对，短袖，一个长袖，再一个短袖，再一个长袖，再一个雨衣，然后还是很冷，总共穿了5件加一个外套，撑不住。空气大冷无落雪，昨日落雨，上山楼头前路面的水，伫暗时温度降来了，拢结冰。是今天早上就结冰，因为它有零下到8度，所以今天早上一清晨起来，这个我们地上的就开始结冰了。那为了安全，我们也放置了告示牌，告诉行人出来小心不要滑倒。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透早冷叽叽。气象署伫18早起继续对9个县市发低温特报的黄色灯，包括南投甲彰化以北的县市。气象署讲，礼拜透早依然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伫中部以北抑个东北部低温只个拿12到13度，其他的所在是14、15度。较空旷一个瓦山的所在，温度会搁再降1、2度。但是自礼拜日时开始，冷气团减弱，后礼拜一到拜四温度是慢慢回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参民众党讲要合作，原底昨要宣布透过民调决定出来总统、副总统的人选。不过双方针对民调解读无共识，民众党的柯文哲认为让6趴的误差实在伤济，希望会当继续来协商。然后有学者就分析讲，即马其实已经毋是民调统计的问题啊，是政治意识的问题。民众党的这个民调专家也承认，统计学上的统计误差确实是正负3%，但是他们认为这跟柯主席常年要求的让3%或是3%是不一样的。原定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18早起的经由民调决定总统大选的组合。不过，团随民调解读的争议，9份民调有3份暂时放在一边，3位专家检视另外6份，来依照统计误差来计算。后瓜皮对瓜后皮是5:1，民众党代表认为应该以瓜分题的主张为3%误差范围，正负1.5%。后瓜皮对瓜后皮是3:3，估则有看法无同款的共同声明签字。当你有不同的标准来去做设定的时候，它的这个点数的计算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让6%，这哪有办法？这个点我觉得这太强人所难了哈。不过我还是期望再可以整合来。我问题原化为爱继续协商，学者王业的分析，当初双方协议有无清楚的所在，就已经唔是统计误差范围的问题，而是政治的问题。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划出联合内阁概念，民众党也强调爱组织监督执行，到底应该安怎做？因为联合内阁嘛，就2只手一起来做哈，就是2个政党一起来做事的话，那你如果要左手来去制衡右手的话，那就很奇怪了。在其他国家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由法务部来去监督这个经济部。重要就是说，他们都是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啊。除了在内阁人事的分配外，还包含最重要的就是各种重大政策的一些联合声明。学者强调，联合政府上个重要是爱先解决政党中间对重要政策看法无同的所在。国民党甲民众党即阵因为民调解读的差异，也为到底应该安怎合作投下变数。记者综合报道。若要合作参选，敢讲已经破局啊，双方是拢无讲明。国民党的参选人侯友宜表示，伊相信柯文哲当初时是对协议嘛有认同才会签名的，而且事实民调的统计并无柯文哲所讲的让6%的问题。促销全国农协会校晚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出现消停，为侯友宜有关声势，也不过拿袂合，所以也是卡关。柯文哲更加指出，国民党爱因让6%，侯友宜表示拢是认同才会签名，也不过伊爱徛伫柯文哲的立场上，应该多多包容。在马总统的见证底下，我朱主席、柯主席我们4个人，也是在幕僚的见证底下签了名，就是
在误差范围统计里面，没有所谓的6%问题。那白合今次已经破局，双方拢无重回公司。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更加表示无放弃，强调两个家庭总是有的无共的声音，伊知影也会当体会那白合的门随时开着。韩市长这已经跟我讲了吧，所以要上花轿以前啊，总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情绪吧。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大家就是在那个最后的1秒钟，我们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们团结在一起。国民党19就要召开中常会，朱立伦首先公布，会由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担任部分区立委提名名单的第1名，希望会当展现气势和团结，有回亲蓝的支持。政府在当民意代表了吗？刚刚底下有人希望你当立法院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韩国瑜下昼面对媒体追问，无继续回应。另外，团组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可能宣布退选。郭台铭办公室否认，发言人黄树修表示，在国民党初步操作之下，郭郭联名，更加显示自然。郭台铭在登记进前，会先甲郭文哲沟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南北合作也未定案，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口说郭文哲，讲过去伊讲要脱离南绿两党，即马煞违背家己党初时的讲法，参国民党徛斗阵。赖清德参总统蔡英文嘛拢批评南北合作，可能是为着要分政治权力，并无共同为了国家。中国想要蓝白合，我们票投赖清德，好不好？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民调公布时刻，民进党伫家己摕基立委候选人有声势。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甲总统蔡英文拢批评，国民党甲民进党公开分配不当利益，强调无论是国民党也是民进党，拢毋是主流民意，更加无度提出完整的国情蓝图。赖清德暗指郭文哲反背家己。有人过去说他要把国家还给你，现在却企图还给国民党。过去有人说要超越蓝绿，现在先背叛了自己，蓝白硬是凑在一起，还公然分赃权力，这不仅仅没有民主精神，更没有把台湾人民看在眼里。这不是蓝白合，是蓝白分，他们在分权位，在分利益，大家讲对啊，唔对啊？赖清德大力批评，搁再讲两个唔对的人，无论什么人正、什么人负，拢无可能正做对的一组。政治上无符合得正代志。赖清德竞争之位要立明是认为，郭文哲连哄骗去拢无法教，这种谈判能力也敢讲引起甲中国谈判。一个连好人坏人都不能分辨的人，居然还能够选总统，他能管理好这个国家吗？姚立明讲，国民党甲民众党6点的协议甲9二共识相关拢是各自改读，就双方合作协调咧。民进党下礼拜就要公布副手人选，赖清德也向群众发话，若要相信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不如坚定支持赖清德。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亚洲职棒冠军赛昨暗咱对阵南韩，由王彦廷做先发的pitch，不过球控制了无好势，出现3摆保送，第2场随互人换落去。另外，伫咧进攻方面，责任上重的第4棒刘基宏攻出一支1分炮，不过咱队落尾嘛是干那这1分比6分输互南韩。今仔早起10点特别来甲澳洲抢季军。过来是联合报。新药的介绍是直直咧创新权，健保的债务负担嘛愈来愈大。健保署头一摆建议出药价改革的措施，要针对专利过期的药啊，敢若会提供上佳给付，希望甲健保的资源保留予其他新药。落尾是中国时报。农业署宣布讲，明年要暂停大区轮作，无要休耕。有台南的农民反映讲，虽然咱们水库的欠水率有到超过96%之多，不过台南地区有个明年春天会用超过5000万吨的灌溉用水，而且佫会供应民生和工业的用水，恐惊明年的水情是无遮尔乐观。再来看2023年 APEC 领袖峰会结束，台湾的代表张忠谋召开国际记者会来分享伊的成果。虽然这届参美国总统拜登无正式的双边会谈，不过因的互动嘛真多。另外，针对拜登参习近平会谈，张忠谋认为讲，这会当降低美中关系紧张的状况，嘛会当帮助台海维持和平。
I see that our dear friend, Speaker Emerita Nancy Pelosi has just arrived. 伫驻美代表萧美琴的介绍，美国众议院营务议长佩洛西出现伫咱国 APEC 领袖代表刘忠谋的特赦晚宴，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回答董事长黄仁勋也讲到，佩洛西致辞的是俄罗台湾是半导体大国，感谢大家登到美国设厂，佮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真坚实，同时也肯定萧美琴和台美关系更较瓦紧。We are so proud that she is the representat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s just been excellent, understanding the title of her office, economic and cultural, but also recognizing that security is it tops everything. 刘忠谋伫领袖峰会结束，召开国际记者会，各界关注伫议会期间，刘忠谋敢是有甲美国总统拜登，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动？我跟 President Biden 有相当多的互动，但是没有正式的所谓双边会谈，没有跟习主席有任何谈话。的确有很多领袖是他们问我，这半导体那么难做为什么你在台湾你们在台湾把它做成了。刘忠谋表示 ，APEC 会议期间有加10外位领袖代表谈会，不少人主动向伊请教半导体，也交流包括科学稳定、经济发展等议题。那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布兰纳，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正式声明会谈。另外，一摆伫 APEC 场边举行的拜习会，刘忠谋互因正面的评价，认为美中开放军事沟通管道对台海和平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的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伫咧台湾时间昨暗9点外进行新一代太空飞行器的第2摆测试。虽然火箭上太空了后就断线，不过这成绩已经比顶一届试射更较好。5, 4, 3, 2, 1. We have liftoff. 大约121公尺悬的升降成功对美国的密西哥湾基地发射。虽然这火箭升空大约11分钟了后就失去信号，参今年4月头一摆试射时阵同款爆炸。不过这成绩已经比顶一届更较好。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是正乐观来看待，嘛希望讲这有史以来上大的火箭有一日会当载人类去带伫个火星。再来看南半球的巴西，11月也是春天，不过首都的气温是已经超过37度，这对欠水佮欠电的散车百姓来讲是正大的挑战。另外，伫咧亚马逊地区，河流是干涸涸，踮伫咧南美洲地区的湿地，嘛拢一直出现火烧部的状况。见到工人热甲汤北体来工作，也有人热甲冻袂牢，直接提水管一直散水。天气真热的巴西，虽然温度已经小可下降，也不过里约热带路的高温也是超过37度。这种天气又带伫贫民区，水电拢欠缺的民众是真艰苦，连要啉一个水来治喙焦，拢要想办法去找这水源。Com a estação do verão chegando aí, a nossa comunidade está passando por uma dificuldade muito grande, entendeu? Por causa do calor, também tem a falta de luz que tem prejudicado muitos moradores, né? Aí juntando 亚拉北部的帕拉州是因为持续酷热，当局宣布超过20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本来是河口村庄的马拉河岛，河水愈来愈少，真侪土地拢打甲闭开啊！4个月无落雨，水库消失，用水拢真侪问题，民众所饲的精丝啊一直死去。O búfalo, principalmente, aí fica debilitado devido à quentura, entendeu? Aí acaba morrendo, muitos morrem, entendeu? 天气可寒，拢无落雨，也互巴西境内世界上大的湿地潘塔纳拉湿地一直出现野火。根据为迄真测到的11月7日到16，就发生超过3000层的这个野火烧起来。暗时大火更加一直炭烧，阵阵的高烟对当地生态造成真大的威胁。O quadro segue se agravando. Nós estamos assistindo o fogo vindo de Mato Grosso, acompanhado de um vento com velocidade aí superior a 40 km por hora, o que torna o combate
原来巴西南部其实出现完全无同的景象，只是南部圣塔卡琳娜州当地时间10日暗时，然后经过这所在河水拢溢流出来，差不多啊规个城市拢淹了，更加造成2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国内，吉米集团的创办人柯文良昨过身，才甲95岁。家属是拢真低调，敢若透过吉米集团发出短短声明，讲当咧处理相关的事务，嘛会赶紧来发布声明稿。这几年真罕得咧出面的吉米集团创办人柯文良食老了后，身体状况是变了较歹。吉米集团18下晡证实已经过身的消息。柯文良除了创办跨领域的吉米实业，也佮有吉米医学中心参吉米博物馆。退休了后，也是注心要做公益，甲推动台湾的艺术教育。再来看台北大巨蛋昨举办7次比赛，开放13000个观众入场。委员表示，民众出入场是拢真顺利，不过针对有人批评大巨蛋的荧幕详细、灯光甲场地拢有问题，委员嘛讲，因会搁收集意见，才搁来改善。台北大巨蛋7次赛11点开放入场，民众都真赶紧行大翕个大，要留落这历史的一刻。看着它从原来的建筑物被拆掉，再看它盖起来，然后终于可以进来了，很兴奋，好开心哦！第一次看到台湾终于有室内的巨蛋了。1点3万的观众同齐见证台湾第一座室内棒球场。关雄讲，外高城民众在大众运输工区动线也算顺畅，多数民众认为台北大巨蛋超过有期，也毋过有人认为内野灯火小差，外野2个荧幕细，啦啦队应援区上 A。应援各队挖到内野最后一排观众席，希望会当改善。前面还可以，但是后面好像就有点昏暗。亮点的部分倒是还好，只是就是有超出预期。哪方面？视野跟场地。亚锦赛国家队先发投手詹仁和伫对U23国手的7次赛投出历史的第一球，伊坦白讲不离欢喜，伊认为场地投起来袂歹，也毋过投手板关节落差，乌白座椅看起来无自然，互80分的评价。投球的两侧有点太陡了，这样子，白跟黑其实要么就是都黑的，或对这样子。伫美国拍球的选手陈胜平是伫6局下半场讲出大巨蛋第一粒红布朗，互伊一直讲真英雄。伊互大巨蛋90分的冠军，只有休困式的电视上架。人工草坪就比较不会乱弹，所以比较安全啊。休息室的话，可能就那电视吧，我觉得就真的是电视。等32年，台湾总算有头一座室内棒球场，头一场的7次赛，观众甲选手评价拢袂歹，认为小所在会当搁加强。那阮想讲，会搁收集球员的意见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拜市中道屏东的潮州车站，有一台新自强号的列车准备要关门驶离开月台，所有一个负责人徛伫咧门边，直直甲脚伸出去外口，妨碍列车关门。互副站长甲阻挡了后，甚至阁批评人态度歹。副站长表示，因要甲这段影片交予铁路警察来决定敢要开罚单。月台铃声弹起来，新自强列车准备离开，不过在车门要关起的时阵，第六车厢门口雄雄出现一支卡，佮一直伸出来几落遍，妨碍关车门。副站长发现到，赶紧去阻挡。很好玩是吗？没有。要关门了。代志发生伫16号中道。潮州站副站长了解状况了后，这名负责人讲，不是咧耍，煞批评副站长态度伤歹，和代替人员认为伊完全无顾火车和家己的安全。代表是说，他完全不知道他这样的行为已经耽搁到列车的出发，也影响到列车关门，还有包括他自身的安全哦。那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在后续的话，我们把这样的原始影片会交给铁路警察来决定，是否要开罚。如果车门如果突然关上的话，可能会发生危险。那车站的话，车站那边也会造成困难。危险啊！他随时都时间到会关门，万一他受伤了怎么办？谁来去负这个责任？而且不止用脚妨碍车门，常常嘛有民众为着护袂赴的厝内人、朋友上车，用卡棒行李阻挡，这种行为若是影响火车行驶，拢会当按照铁路法裁罚。那可能这样的也会造成列车门的这种防护的机制会失灵，因为它毕竟不是正常的操作，或是用
硬物去造成设备的一个损害的。代替人员嘛呼吁民众坐大众运输要配合相关的规定，唔通因为家己随意的行为造成火车延误和其他乘客权益，甚至违法。记者李小民赵冠屏东报道。长期咧推动全民国防的民间团体乌乡学院举办庆祝活动，希望讲就是台湾直接有天灾、有战争的威胁，大家爱有民防的观念，才会当伫咧必要时阵照顾家己，嘛帮助别人。防空警报弹啊，赶紧按耳孔甲目睭拍落闭起来。这是长期推动民防概念的民间团体乌心学院办的活动，透过10种关卡，互囡仔哪算哪学习民防的概念。我觉得绕 S 型好好玩，可以学习家己独立，嘿，安尼较会较大，家己保护家己对。头一摆听到，感觉真趣味，然后。因那个细汉会当可以学习。在害中，我们首先首要的目标是自保。生活自保，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好，我在哪里，我能做什么？你可能会需要运用到哪些体力，好，那比如说，所以平常要练，要怎么样练习运动，然后怎么样应对等等，这些都是这些关卡设计的目的。排救难物资、拄拐啊、软过障碍物，乌心学院指出，台湾接有地震、风台这寡自然灾害，甚至佫有战争威胁，因望互民众了解灾害发生的时，通安怎照顾家己，避免惊吓。要面对这样的风险，最好的方法是了解它。好，了解它的可能的潜在风险是什么，然后积极的准备应对的方式，包括准备物资，然后学习相关的救护技巧，包括避难的相关技巧等等。另外，针对乌心学院的共同创办人兼院长的辛碧阳，明年大选和民进党列入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当中，乌心学院表示，这袂改变乌心学院的态度甲目标。伊也指出，民防准备无法度干那倚靠民间，望未来通整合官方的力量。做阵拍拼。记者郭文李开新北报道。嘉义县头一届举办台语季，伫咧3个月内规划60场的活动，上尾一场就是邀请台语 rap 人子的歌手阿看面来分享用台语创作的过程。淡散好，淡散的意思就是食点心嘛，吼，头仔讲过了，阿爸来春尾去吼来淡散，我就是有时候要经这两字是因为。顺创就是因为这两个较熟悉阿看面的。台语 rap 歌手阿看面伫台顶分享音乐创作的过程，台卡的歌迷大家拢紧紧看，详细听。嘉义县第一届台语季最后一场活动，邀请台语 rap 歌手来演讲，希望互民众认识即马流行的台语文化。啊，都有遐尼甲讲台语的人，伫个愿意把这台语都继续传落去安尼。语言是咱文化的根嘛，对，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我想要用台语来创作，对我来讲较有我家己的感觉。我听到风在吹，什么煞有讲袂出的话。对着音乐的板料，现场的人身躯嘛对咧叮当。主办单位讲，真侪少年人拢真介意 rap 欢喜音乐，透过这个下冷气的合作，互台语对抗有无同的感觉。台语歌啊，会当像阿宽面遮尔啊水气。遮尔好听，而且佫有台语，佫有种在地一寡词，啊，用这个伊的表演，甲台语歌的台语的水气甲展现出来，我感觉这是阿看面上大的意义啦。透过做一无共面向的活动，去希望就是互大家使了解，讲台语嘛是一件会使是一件做流行的代志，还是做潮的代志。所以每一个少年一辈的人嘛会使做会讲台语，嘛会使用台语去创作家己想要创作的物件。嘉义县第一届台语季活动自头讲起，用3个月时间举办60场的活动。蔡典义表示，台语就伫生活当中，希望这是一个开始，未来嘉义县伫台语的推广会当愈来愈丰富。记者李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2度至23度，中部地区12度至25度，南部地区12度至26度，
东部地区13度至24度，也有外岛地区14度至2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